好，我们启程的炮啊，整个活动呢，队伍踩先启程了，这一门炮呢，在5秒钟之后呢，准备点燃。现在呢，我来到我们这个点炮的现场，是我们新营区区长，我们张区长啊，亲自啊来点这门炮。当这个炮响了，我们就出发。各位这个参与采接的团队啊，准备了哈，准备了。